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牙語日記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而家好 hit 嘅，將自己張相變成一個玩具產品。咁首先呢樣嘢需要用到 ChatGPT 嘅，咁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有一個 VPN，將你自己嘅定位飛咗去其他地方先，咁先至可以用到呢個 ChatGPT 生成圖片嘅呢個功能啦。咁只需要大家去翻個官網，見到佢哋係用緊4.0嘅版本，就係可以變成相噶啦。咁首先第一步，你當然要做一個登入啦。咁如果你之前未有 account 嘅話，咁你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去註冊翻一個新嘅 AC 嘅，同埋而家呢，已經冇再要求你一定要提供電話，咁所以申請上嚟會比較方便少少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呢，其實佢可以公用嘅功能都比較多啲，有 Google 啦，有Microsoft 啦，有 Apple 啦，甚至電話 number 都得嘅。咁我就建議大家可以用翻 email 啦，咁我就揀咗會係 Apple 咁樣，咁就去開多個新嘅 AC 嚟先。咁當你要註冊一個 AC 好簡單嘅啫，即係將你啲資料打晒入去，然後認證翻你哋嘅 email，confirm 翻係你哋，咁你哋其實就已經註冊成功，好簡單嘅一件事。咁當你註冊成功之後呢，其實你就咁直接咁加號，你就揾翻一張你自己今次想生成嘅圖片，擺咗入去之後，然後你就可以打一啲嘅指令，令到佢變成一啲嘅 Q 版嘅圖片啦。咁呢度嘅話，我就建議大家可以去一去風先生呢個網，我都會留下嘅資訊欄裏面擺翻上去嘅。咁我都係喺入邊初學翻出嚟。咁佢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指令，教你點樣用到唔同嘅空間、唔同嘅盒子，咁先至可以生成到你想要嘅形式。咁呢個係一個對於初學者嚟講一個好快嘅方法嚟一個學習啦。我今日我會改咗一啲嘅首頁啊，呢啲就係我自己中意嘅嘢，譬如係行李箱啊、手打檸檬茶啊等等嘅呢啲嘅字句，變成我自己最中意，同埋順便打打我自己嘅呢一個牙語日記嘅呢個方面啦。咁當你打好晒、check 清咗晒，然後你就可以慢慢咁去調整內容之後咧，就可以將佢撳生成㗎啦。咁當你撳生成嗰一刻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發現，因為而家都比較多人玩啊，咁所以個時間可能長少少。咁今次我就大概等待咗3分鐘嘅時間，咁就生成咗一張圖片嘅。咁大家可以見到，當你生成咗之後，你哋如果唔滿意咧，係可以同佢講話保留翻上一個版本，然後修改嘅內容係乜嘢，咁佢就可以再生產噶啦。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而家免費版本每日只可以生產3張圖片嘅啫，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。咁要試用咗大家都中意嘅話，當然要支持呢個 ChatGPT 啦。咁當你有滿意嘅呢一個圖片生成之後咧，你就去到下一個嘅 software 啦。咁我哋第二個需要用到嘅 software 咧，就係呢一個 Hugline 嘅呢個 AI 啦。咁呢一度咧，同樣地啦，大家需要申請一個 account 嘅。咁但係呢個比較好啲，就係佢一申請就係會送你1100嘅積分啦。咁每申請一張相，只需要用到30個貝殼嘅啫。咁所以呢一個 AI 而家係非常之值得去大家試一試嘅。當大家申請完之後咧，其實就可以喺嗰個相片嗰度 upload 啦。咁 upload 咧就可以將你哋啱啱喺 ChatGPT 整嗰張相擺入去，然後同樣地嘅做法都係加一啲嘅指令。咁如果大家唔知道加咩指令好嘅話咧，都可以用下 ChatGPT 再問一問佢有乜嘢嘅指令會令到件事件更加完整嘅。咁當然啦，有時候 ChatGPT 都唔係百能嘅，咁所以有時候擺咗出嚟都反而會有一啲蝦碌嘅嘢發生。咁就好似我呢個咁啦。咁呢一度咧，每一次撳生成嘅時候，大概預計嘅時間連埋排隊就大約4分鐘左右嘅時間啦。咁我覺得作為一個短短地嘅片段，用4分鐘已經生成到，其實已經係好厲害㗎啦。咁當你生成咗嘅時候，可以睇睇我呢個示範啦。呢個我就因為太過誇張話跳出嚟。咁其實你見到我段片段入邊咧，佢係跳咗出嚟之餘，仲食得好大啖嘅呢一個撈麵，真係好搞笑。咁當你生成完一次，如果唔 OK 嘅話，你可以 base on你上次嘅字眼，再去作一啲嘅修正，然後再同佢去講嘅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佢呢度因為好彩嘅係32開始送1100分俾大家，咁所以一張相其實大家可以試好多次嘅字眼。咁當大家試到去某一個位置嘅時候，就會揾到佢嘅規律，咁出嚟嘅圖片咧就會更加靚啦。
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呢度咧就我係咁以試咗3個嘅 version 嘅片段。咁如果大家聽完我嘅講解，覺得都幾得意，想將自己成為一個玩具盒嘅話，歡迎大家去試下，同埋留低你哋嘅作品喺樓下嘅留言區。咁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一方面嘅分享，請大家俾個 like 我，俾個鼓勵我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